完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，来哟！大家来学客家话第一句，这是最新的产品吗？怎么说呢？也是最新的产品嘛。对了，很好，也是就是这个是最新就是最新的最新的产品嘛。产品就是产品的意思，也是最新的产品嘛。嘿呀，是啊，也是最新的 MP3 player。呀嘿，就是这是最新的 MP3 player。对不起，要原谅徐薇老师 ，MP3 player 没办法用客家话讲，就直接念英文咯。再来，那会很贵吗？会当贵吗？会很贵吗？当贵就是很贵哦。哦，不会呀，拄好就是刚刚好，拄好有打折。哎呀，这很重要。打折就是打折的意思，呀哈，拄好有打折，哎呀，现在有打折哎，还有送赠品哦，还有就是还有送赠品，赠品就是指赠品哦，会了吗？哎，我们来请名主播林清柔小姐为大家示范演出哦。也是最新的产品么？嘿啊，也是最新的 MP3 player 哦，不当贵么？也拄好有打折，还有送赠品哦。耶！来抽考哦，会很贵吗？客家话怎么说？会当贵么？会，只要认真学，大家都可以开口讲客家话了。按字 C 张来了。